特别拜托大家，新北市针对校园的防疫，推动3级防护、健康5原则，请大家一起守护新北师生的健康。3级防护：一，请家长配合在家中量测孩子的体温；第二，日校由学校第2次测量体温；第三，学校随时关注所有教职员工师生的健康情形。健康5原则：一，量体温。按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耳温大于等于38度 C， 额温大于等于37.5度 C 者，需要以耳温再测量。第二，勤洗手，落实5步骤：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7日节，内外夹攻大力丸。第三，落实生病不到校，自主健康管理。第四，正确佩戴口罩。第五，保持环境通风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让下一代成为健康防疫小尖兵。感谢所有站在第一线的教育伙伴，我们一起努力。2月25号开学了。明天就是开学2月日， 25因号开学应新型冠状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，校园防疫工作是否准备好了？感谢校长、老师及家长们的配合，请一定要遵守3级防护及健康5原则2项措施，保护每位孩子都可以安心上学。3级防护：1级，请家长在家就先帮学童量好体温，若有发烧情形，请不要到校上学。2级，学生进校门时，依进校路线为学生量测额温，若超过37.5摄氏度，隔5分钟后再量耳温确认，只要超过或等于38摄氏度，就要送医护室处理，并由校方通知家长带去看医生。3级，随时监测教职员工及学生健康情形，并在中午时段再请班级导师帮学生量测体温。健康5原则：红色3角戴口罩，红色3角勤洗手，红色3角量体温，红色3角保持教室通风，红色3角请家长自主健康管理。紧登校园停课标准：图丁高中以下只要有一个班级中有1位师生被列为确诊病例，该班停课；一个学校只要有2位以上师生列为确诊病例，全校停课。图丁短期补习班及幼儿园都将比照办理。